Hello， 我係化妝師咪咪，今日想同大家分享我提升妝容嘅好物。我成日都話啦，化一個靚嘅妝咧，都要襯翻啱 style 嘅 color con 咧，先會令個妝容更加 perfect 嘅。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兩款春日嘅妝容同埋隱形眼鏡嘅搭配，令整體妝感更加靚。大家有 follow 我 IG 都知我半年前做咗 Smile Pro 嘅矯視啦，咁但係咧我為咗更加靚咧，都會帶翻一啲零度嘅 color con 咧，去令我嘅妝容更加分嘅。今次我揀咗韓國人氣 No.1 彩妝隱形眼鏡品牌 Olens 入面嘅幾款 con 去示範俾大家睇下點樣襯唔同嘅妝容同造型啦。咁第一個妝容咧就會搭配呢個 Double Tint 系列嘅 Grey Color 啦，佢係一個低調自然嘅冰灰色，咁佢咧係好顯皮膚白啦，咁同埋咧都好襯一啲酷通嘅妝容同埋衫㗎。佢係12.9mm 小型着色直徑，接近眼珠大細，輕微放大效果，自然唔誇張。特別嘅咧係佢有個雙高光位，可以令眼睛雙倍有神，而且紋理簡單，日常妝容都好適用㗎，可以打造溫柔水光感嘅眼睛。首先會用 girly 冷色調嘅粉紅色喺眼窩同埋下眼影嘅位置打底，跟住會加啲啡色喺雙眼皮同下眼影嘅位置，增加輪廓感。然後將閃閃嘅眼影加喺眼窩中間、臥蠶同埋眼頭嘅位置，提升眼妝嘅立體感。最後加埋呢個啡色，加強臥蠶嘅立體感。最後加埋眼睫毛膏，畫出埋眼線，成個眼妝就完成啦。胭脂我都揀咗個酷通嘅粉紅色，搽喺眼下面中間嘅位置，令整體妝容更溫柔。Lip color 都揀咗同樣酷通有光澤嘅唇妝，春日咁溫柔 girly 嘅妝容就完成啦。有帶 con 嘅妝感會更加完整，更加靚。咁第二個妝容要搭配嘅咧就係呢個 Double Tint 系列嘅 brown 色啦，咁佢係一個柔和嘅焦糖啡色啦，咁好啱日常使用啦，咁同埋咧都好啱襯一啲暖色系嘅妝啦，同埋衫㗎。佢一樣係12.9mm 小型着色直徑，同埋有雙高光位。第二個妝容會用溫柔嘅珊瑚色喺眼窩同埋下眼影嘅位置打底。然後再用啡色喺雙眼皮同埋下眼尾嘅位置加深輪廓，然後再用呢個閃閃嘅珊瑚色加喺眼窩中間、眼頭同埋臥蠶嘅位置，增加眼妝嘅立體感。最後再攞呢個啡色加強臥蠶嘅位置，畫埋眼線、搽埋眼睫毛，成個眼妝就完成啦。胭脂都揀咗珊瑚色系，會搽高少少圓形嘅形狀，令妝容更加溫柔可愛。最後搽埋有光澤感嘅珊瑚橙色唇膏，春日咁溫柔可愛嘅妝容就完成啦。可以睇到帶咗 con 明顯有神好多。如果想要更加多顏色選擇，可以揀 Glowy 嘅系列，佢一共有5個顏色，效果就好似玻璃珠咁一樣咁透亮，令眼睛水汪汪。Double Tint 唔同嘅地方係佢有雙色漸變設計，高光位喺下方，13.1mm 中型着色直徑，比 Double Tint 大0.2mm。咁呢款咧就係 Glowy 系列嘅 Ash Grey 啦，上眼咧係有個時尚嘅神秘感嘅，咁佢係上下唔同顏色啦。佢係綠色同埋灰色嘅配搭，可以襯翻藍色調嘅妝容。我而家戴嘅咧就係 Glowy 系列嘅奶茶啡色啦，咁佢係高光花紋咧搭配翻朱古力色嘅外圈嘅，就啱搭配翻我頭先咧珊瑚色系嘅妝容嘅。咁兩款系列做比較嘅話咧 ，Double Tint 系列咧就係自然嘅日常風啦，而 Glowy 系列咧咁就係自然得嚟帶啲時尚嘅。另外想同大家分享 Olens 嘅隱藏好物，就係呢個 Old Fresh 嘅隱形眼鏡保濕護理液啦。咁佢嘅保濕效果咧係會比一般眼藥水好好多㗎，因為咧佢有天然嘅保濕因子，有透明質酸啦，咁可以鎖緊鏡片嘅水分咧，令雙眼更加舒適嘅。咁同埋咧，而敏感嘅眼仔都可以用到㗎。用法係戴隱形眼鏡之前滴1至2滴 Old Fresh 喺鏡片上面，咁就可以啦。Olens 咧有多達60款唔同顏色、大細設計嘅 Color Con， 而且咧全部都係韓國製造，可安全可靠㗎。而 Olens 大部分嘅 One Day Con 咧都係用獨家優質 Plus Con 材質去製造，可以12小時長效保濕、防 UV、防異物依附、水潤體驗，令雙眼更舒適。我而家眼戴緊呢個 con 咧，都係用咗佢哋 Plus Con 嘅材質，真係好舒服㗎。大家睇完之後係咪都好想試下推薦嘅 Color Con 呢？而家咧只需要填台 Info Box 嘅連結啦，就可以到任何一間 Olens 嘅門市咧換領獲牌試 con 一對㗎啦。咁 Olens 喺香港啦就有17間分店啦，而香港更加係海外嘅首間旗艦店嚟㗎喎。咁所以咧無論係換領啦或者購買都好方便㗎。大家快啲去試下，令眼睛冰冰有神，同埋提升你嘅妝容啦！最後記得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我哋下集再見，拜拜。